大家好啊，我係阿 Jo 啊，11月份啦就已經完咗啦，已經係進入咗12月份啦。有啲觀眾朋友呢就 WhatsApp 我話叫我分析翻中山北部區域同埋啲樓盤嘅。今年嘅上半年啦，同埋下半年啦，有好多我哋嘅香港朋友呢買咗中山北部嘅片區嘅。呢期視頻呢，我就分享翻中山北部片區嘅個人分析啦。譬如話海雅繽紛城啊，值唔值得買啦？又或者係嘉寶潤點睇啊？雅居樂嘅耀月台又好唔好啊？咁咧阿 Jo 咧就總結咗下，今日咧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翻中山北部嘅樓盤一啲優劣勢啦。呢個視頻我大概會用10分鐘嘅時間帶大家認清中山北部片區邊啲係值得買嘅，邊啲樓盤係有風險嘅，邊個區域咧係唔可以掂嘅。我哋先嚟睇翻中山北部嘅浮沙鎮啦嚇，浮沙鎮咧佢發揮得相當之穩定嘅。咁多年嚟嘅 GDP 咧都係冇變過嘅，連續10幾年中山市排名倒數嘅鎮區，從區位嚟睇啦，其實係好尷尬咯，完全係內陸鎮區，但係咧又唔近中心城區。雖然話近廣州南沙，但係咧又俾黃埔、三角包圍住，享受唔到半點嘅近廣州嘅福利。總之啦，兩頭唔到岸啦。浮沙鎮最大嘅樓盤融創城。4、5期減配交樓，業主又維權無果，高峰嗰陣時賣到11,000蚊一平方，至今跌幅超過咗40%。另外一個浮沙鎮嘅大盤恒大愉景啦，高峰期嘅銷售單價呢9,000到1萬之間嘅，自從恒大爆雷之後，拖咗幾年先交樓。小區內嘅綠化面積啦、地下車庫啦、公共配套啦，一律從最高嘅配置變到而家乞衣版交樓，粉碎咗無數嘅家庭嘅買樓夢啦。就連中山最成功嘅商業操盤手大信商業入咗浮沙之後呢，起咗個大型商業，努力經營咗幾年之後，而家都要淪落為租俾人哋開網吧啦，同埋賣快餐嘅。所以而家買樓呢，考慮嘅嘢呢又多咗。樓市高峰嗰陣時呢，就話不論口醜啫，但求就手。而家買樓呢，阿周認為啊，要更全面地考慮一個樓盤嘅一個區域同埋供需關係嘅一個樓盤嘅區域啦，同埋供需關係啦，同埋相對應嘅資源配套啦。當行情唔好嘅時候，經濟下行嘅時候，二手放翻出嚟，面對市場嘅競爭力同埋轉手率係咪有優勢？呢兩點係非常之關鍵嘅。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回歸咗居住屬性，未來係唔會有太大嘅大起大落嘅情況出現。目前政府呢3頭2日出台嘅利口政策，其實都係為咗穩住嘅樓市啫，避免大幅咁樣降價，造成社會嘅恐慌咯。而家深中通道通咗車啦啊，深圳、中山兩地嘅交通咧密切咗，而家嘅交通相比之前咧係方便咗好多嘅。中山喺招商引資方面咧係有好大嘅推進同埋吸納人才嘅作用咯，從而帶動中山樓市嘅需求嘅。從邏輯上嚟講咧係有機會嘅，但係咧就唔係覆蓋於全中山嘅，所以如果係帶有投資屬性嘅觀眾朋友咧就要注意啲啦。我哋再嚟睇翻三角鎮啦，當年嘅三角鎮憑借住廣州3站巴士到南沙嘅廣告，吸引咗好多廣州購房者投資咗三角鎮嘅，將嗰個雅居樂迪欣湖小鎮個樓盤直接炒到成1萬蚊一平方啦。直至早幾個月前啊，迪欣湖小鎮勁爆5,000蚊一方，資產直接縮減一半。如果你係又有錢啦，又有膽識嘅，可以去睇睇，因為環境咧係確實唔錯嘅。樓盤內自帶1000畝嘅人工戶啦，但係如果咧你入咗貨之後，你就唔好諗住賣啦，因為佢嘅二手交易量係相當之低嘅。所以咧，我哋嘅結論就係，就算有得天獨厚嘅嗰啲地理位置優勢都好啦，都唔一定係好嘅。如果你係要揀中山北部嘅廣州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避開呢啲三不管嘅交界區域啊！我哋再嚟講翻黃埔鎮啦，所謂嘅秋風起食臘味啦，我哋睇翻我哋平時食開嘅臘味呢，基本上都出自於黃埔鎮啦。
黃埔主要嘅產業咧係小家電啦、納米啦同埋物流為主嘅 ，GDP 已經超過咗100億㗎啦，屬於中山市排名貢獻12位啊，人口亦都係20萬左右嘅。目前黃埔鎮在售嘅新樓盤比較多啦，當年最高嘅時候咧賣到11,000蚊一平方，當時其實我認為個泡沫係比較大嘅，咁而家咧回歸咗7-8千蚊一方啦。呢個水位我認為咧比較合理，基本上冇咩水分啦。但係而家嘅黃埔鎮賣緊嘅一手樓盤當中咧，譬如話紀元花園啦、中英1英里啦、同埋華立凱旋新城呢3個盤當中咧，佢哋嘅質量相對嚟講咧麻麻地啦，我就唔建議入手嘅。同時周邊嘅工業氛圍太濃厚，除非你真係比較中意食臘味去買嗰個黃埔啦。如果唔係咧，真係就唔建議你買呢個區啦。而且市政環境道路嚟講咧，相對比較落後嘅。阿周建議提高少少預算，買隔離嘅南頭鎮算啦。最後我哋再睇翻南頭啦。中山北部嚟講，南頭佔地面積係最細嘅，但係咧佢每年嘅 GDP 咧反而係最高嘅，屬於中山嘅工業重鎮啦。亦都係中山北部嘅領頭羊。佢嘅主要係以家電產業啦，佢嘅家電產業咧就超過咗5000間啦，過億以上嘅家電企業咧就已經係有75間嘅。同時人口密度喺中山北部嚟講係最高嘅，去到5700人每平方公里，相當於廣州、佛山2倍嘅人口密度，仲要高。一個小鎮有成10幾萬嘅打工一族，所以我認為佢嘅內需係有嘅。再睇翻南頭鎮嘅數據近幾年嚟冇任何住宅嘅供應出嚟。如果要起新樓咧，就只能係拆舊起新，通過舊改嚟建設新樓盤啦。成本一定唔會低咯。而家嘅經濟行情有邊個開發商願意去做呢？所以未來幾年唔會有太多嘅新樓盤推出。我認為南頭日後嘅二手流通成交量咧係 OK， 畢竟人口多地方少。而且咧，而家咧冇咩新盤供應，但係大家唔好俾勝利沖昏咗頭腦嘅。同時，大家要清楚一樣嘢就係，目前南頭成交數據咧都係以價換量嘅。譬如話海雅繽紛城啦，當年賣到萬幾蚊一平方，而家8-9千蚊左右，可以講係壯士斷臂托起成個南頭嘅一手成交數據咯。所以海雅喺南頭嘅地位咧真係 OK 嘅。包括咗佢開業嘅商業體嚟講同等重要啦，可以講俾個 good 佢啦。但係啦，反映出一啲問題就係本地市場目前嘅購買力係不足嘅。畢竟呢幾年嘅製造業大廠咧，為咗縮減成本，呢幾年普遍都降薪啦，人口收入決定咗房價嘅高度，所以地產商咧又唔肯降價，邊度去買呢？我哋再嚟睇翻南頭嘅雅居樂耀月台呢個盤啦，3線嘅位置賣緊1線嘅價錢，我唔知開發商飲大咗定係當客未瞓醒。如果你購買咗呢個盤，你唔做韭菜，邊個做韭菜呢？呢啲咁嘅樓盤得個2-3棟，周邊冇任何配套，日後到二手市場根本冇人睇得到，仲要賣成萬蚊一方，透支咗2年後嘅價錢，打住低首期嘅旗號割韭菜。當你認為自己執到筍嘢嗰一刻，恭喜你，通往山頂嘅列車正式啟動。我實在諗唔明究竟點解會有咁多人中招呢？咁低裝嘅營銷方式仲揾到食，有時候並唔係 YouTube 嘅影片多，各大博主去拍片宣傳，又或者新樓盤喺香港登報紙就一定係好嘅。如果到目前你都分唔清邊啲係韭菜盤，接落嚟今年會有更多嘅香港人入局，到時候呢，哭都冇眼淚。最後，如果關注緊中山北部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啦，遠離韭菜盤，避免中伏。好啦，今期嘅視頻就分享咁多。如果係第一次收睇我嘅觀眾朋友呢，可以訂閱我嘅。我每期呢都會分享一啲中山珠海樓盤嘅相關信息啦，你會對中山珠海有個重新嘅認識。大家如果想聽啲咩呢？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留言。下期視頻再見。